马可福音第13章，耶稣对升天出来嘅時，佢一個學生對佢講：先生，你看，兩條石頭實在青苔，兩條建築用為安將。耶穌對佢講：你見看兩條偉大嘅建築係冇？兩所在嘅每一塊石頭全部為本人拆下來，每一塊石頭為貼在另外一地嘅蛋糕。耶穌在橄欖山頂面對升天坐定，彼得、雅各、約翰、老安德烈暗中來問佢講：請老外頭講，這個事幾時會發生呢？這一切發生嘅時節會有乜嘅兆頭？耶穌老佢哋講：你哋愛惜你，唔好本人迷惑，有千多人為假冒我嘅名來講，我就是基督，對安樣迷惑千多人。你哋聽到福音相似嘅風聲，老遠方戰爭嘅消息，其實唔是講，呢條事天速會發生，總係你唔係講萬日已經到嚟，民族為了民族相似，國家為了國家戰爭，各所在為有體統老饑荒，兩條事嘅發生，就像山夫生產前嘅陣痛一樣。你哋自家愛惜你，因為有人會捉你哋，送你哋上法院，你哋也會在非常度本人鞭打，為到我嘅緣故。你哋會企在統治者老君王嘅面前受審判，來對佢哋做見證。總講福音一定愛先傳遍萬民。你哋本人做到送去法院嘅事，唔是先手愛講乜嘅話，到嘅時上帝指示乜嘅，你哋就講乜嘅，因為你哋所愛講嘅唔係自家嘅話。係聖靈愛通過你哋講嘅，幾時兄弟會出賣兄弟來害死佢哋，阿爸也會按樣對待子女，子女也會同野愛作對來害死佢哋。為到我嘅名，大家會厭棄你哋，仲係原來多大嘅人天作為得救，你哋看到嘅毀滅性邪惡嘅東西。其猜其無應該其嘅所猜嘅事，ทุก人愛了解兩句話嘅意思。迄在猶太體系嘅愛走去山頂避難，在屋當嘅唔好下來，也唔好入去屋度拿乜嘅東西。在田荒嘅唔好轉去拿外衫。在嗰條日嚟，快台嘅富人家老本我愛聖靈嘅阿妹就參嚟。你哋愛祈求上帝，唔好本呢條事在寒天發生，因為呢條你哋嘅災難係對上帝創造世界以來唔實有嘅，將來也唔會再有。那係主無感受呢條災難嘅你哋，無人能生存下去。仲係為到佢所揀選嘅子民，主已經感受呢條你哋。那係有人老你哋講，你看基督在兩位，也係基督在幾位，唔好相信，因為假基督老假先知會出現，佢哋會行神蹟奇事，千其所能來迷惑上帝所揀選嘅子民。你哋愛惜你，我已經先將呢一切嘅事隆重老你哋講過嚟，佢哋災難嘅日嚟高鐵以後。日頭會變烏，夜講唔會再講，神呢會對天堂跌下來，太空嘅內統也會搖動。幾時佢哋會看到人子太有能力，攞榮耀超越降臨，佢會踩天使到天涯海角去，對世界兩片到世界各片，收拾佢所揀選嘅子民。你哋愛對無法告訴學教訓。當書記轉強，生出新業嘅時，你哋秋地一天會到嚟。同樣，你哋看到呢一切嘅現象，就愛啲時間會到，已經在門口嚟。我實在老你哋講。
俩团人还望隆重高升以前，俩一切嘅事就會發生。天老地會無敵，總係愛嘅話永遠唔會無敵，總係嘅愛來嘅日嚟老時間無人知，天堂嘅天使也唔知，那嘢也唔知，只有阿爸知。你哋愛生意愛見證，因為你哋唔知嘅時間幾時會到。呢個事親像一個人出外旅行，將家務交俾僕人管理，分配每個人嘅工作，有吩咐專門嘅愛注意。所以你哋愛見證，因為你哋唔知主人幾時會轉來，係臨暗暝也係半夜，係天蒙光也係日頭出來以後，那係佢忽然轉來，唔好俾佢看到你哋在睡夢。挨老你哋講嘅話，也係老大家講嘅，你哋愛見證。